毋是外口的山，是咱自心当中的灵山，都有一山顶。有一个故事就安尼讲，有一个呢网包，就是讲失明的人，伊去找因朋友，一时去找伊，啊，着开讲啊，伫遐用餐啊，啊天暗啊，伊着要等来厝休困。啊，因朋友就甲伊讲啊，你要转去吼，我点一拍灯仔火吼，互你通啊转。伊讲我有点甲无点拢共款啊，因为拢无看。啊，这个朋友就讲无咯，你点一拍电火，别人就看到你，然后看到你，才袂去甲你动着，才袂去甲你压着，才袂甲你呛到。啊，伊想讲，哎，嘛是有理啊。啊，真啊，就点一拍灯火呢，互伊抓啦。啊，抓到看路的时阵，照常你用煎一个吼，从我挂伫涂骹，啊就甲伊讲吼，无啊，你是目睭生年无看哟？啊，伊讲是啊，啊无我哪有看？讲啊你无看我？伊讲，伊就迄个网包失明的讲，你无看我手举一个迄个电火灯火呢？讲啊灯火早就欢喜啊！啊，所以互而且有即个感受。咱若要照外口的灯，外灯有时真，外口的灯啊，伊点会倒，甚至点倒若无油的时阵，人咧讲的就会花去啊。吼，外口的灯不管讲像即个科技才发达2000外，伊有时间，伊有空间的即个因缘，必须爱规中明灯。人灯无尽，中明灯是啥物？叫做有法度啊，永远光明的是啥物？就是咱的正觉心，正觉的心。咱求道迄一天，点传师代表着咱济公老师代理明师，伊就甲咱咧讲，于今指你一条路，吼，灯光，咱敢有印象？伊就安尼甲咱讲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然后佮咱讲，希望随缘请喝道，吼，混谈长生不老天，哦，伊安尼讲念到尾啊，伊就讲一句，咱会当去体会，其实自心当中有一盏灯，有时啊，往往咱会去外口点，自心当中有一个灵明觉醒的明灯，啊，咱今仔求了道。啊，咱会阁想啊，啊，得求道老师，咱点文书就甲咱讲啊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啊，咱哪会无法度啊？因为一个开幕者已经完全照亮，所以来去自由无障碍。啊，咱众生有这个灯，有时啊有倒忽暗忽明，咱嘛会亲像啥魔鬼，伊的心若显了的时阵吼，天使的心大。一切都很美好。啊，若是吼魔鬼在做主的时阵吼，业障业绩意识咧做咧，迄阵就无心啊，就暗暗的。所以讲，才讲有人识得初灯者，这个识得就是讲爱明明白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咱这个灯，这个中明灯，有法度通啊互显现。那安尼显才有法度啊！大家后壁讲的讲中心不能静，这是已经大家开悟意境。那么咱如何要互咱这个灯？因为灯要倒咧，要一灯燃百灯，要灯，互项的就以淡无互相论执，故来以罪精现，大家来强烈。要安怎互咱这个心灯会当照耀？但无互相论，伊安尼讲，啊，以心为台，以心为定柱，精珠界形，以为天形，智慧明达，如灯火。哦，但无互相来是讲，爱用心灯台啦，做灯台，啊，心做灯心，啊，精珠界形，啥物精珠界形？就是讲爱加油，精就是讲不仔细的，迄个介该脾气起毛病，做应该做的，无应该做一点仔都无做，对不起人的代志都无做，对兄弟姊妹有缘拢去甲做，这讲
讲起来，拢是家自修心，天外口亲民度众的工课，安尼讲叫做添油，一直不间断，请要走远爱啥？爱加油。咱还袂智慧明白的时阵，就是爱不间断的去家前进，才精自改行。所以讲，其实花天有5个条件，爱戒律、品行、花孝、愿力、德行，这个就是要花天的资粮。那么，这个毋过互学安尼感受啦。如果咱的身躯若无这个身躯，无这个电台有定心，伊也无法度倒啦。若有电台，就是讲有这个身躯，若无这个定心啦，安尼嘛无效啦。就是这两项身心爱配合，爱合齐。所以咱定有讲一句讲哪条就是啥呐？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同款哦，咱这个心嘛爱安那，爱会发心，爱会去做出来，才有法度通啊专心为持，才有法度啊慢慢，互咱的智慧会当显现啊，安尼叫做定慧哦。咱好啦，这里伊佫甲咱讲，有心敬娘，娘敬你；无心敬娘，娘相逼。咱拢知影，天下间至亲是啥？至亲就是咱的爸仔母啊。爸仔母啊吼，互孝拢安尼家己感受诶。哪怕生着拉里头啦，还是讲迄个囡仔是有智障、残障诶兄弟姊妹，迄个妈妈伊就是看伊世界上伊上古锥诶。老一辈拢讲，爸母对囝是最中流，啊囝对爸母亲像买风台在摇，有时有阵啊。就咧讲，其实爸母永远拢关心咱，敢若孙孙老代嘛，永远拢啥，拢是步步关照好。但是才会讲有心，爱有心哦，就是这诚心因为诚实无物，才有法度感召着，才有法度感应着。啊，若无有时啊，往往咱的这个人，吼，知见忘所亲，亲而不亲，无亲而亲，就是讲咱的所知所见，看法五情五质，忘就是会颠倒啊啦，颠倒到底是所谓爱亲的，咱互较要安讲，咱亲近啊，拢亲近才呐，应该亲近咱的老母。爱饮水思源，毋过往往呢会对外口较亲哦。啊，应该无亲的煞曲曲的亲。咱以咱的人生这个有时啊，咱亲无定呢。咱应该亲咱的自性，咱自性当中有咱老母的本领，咱自性当中本来就是有道，但是都毋知影，因为伊本微之处。他在以为于处，跟迷迷糊糊，毋才会袂清袂楚，忘所亲，啊，拢亲物欲啦，吼，咱咧互巷内捌拄着一个兄弟姊妹讲，啊，我的生日竟然吼，囝拢毋知啦，啊，因朋友的生日买金仔啦，买鞋仔啦，买啥拢要送伊啦，总爱迄个感叹咧甲互巷安尼讲啊，毋才会离。迄个《红楼梦》内面才来讲讲天下的知心父母古来多啦。天下间的爸母拢是足痴心的对家己囝安尼，但是讲孝顺的子孙谁见了，几个是有效的。所以讲，无心敬娘，迄个心呢已经向外去啊。其实，这个娘就是讲咱的老母啊，吼。肉体妈妈也好，咱的灵性也无讲上悲啦，所以伫遮咱会当体会。师尊老大人，咱道场兄弟姊妹，一年当中求道的千千万万是安怎讲？师尊老大人讲，伊足孤单，因为伊无共款处境，无共款心境啊，看是安尼行，即个外口形象上是安尼，毋过心真正有法度通啊感应得到的。
过去莲花说要看佛陀，世尊用神通去甲看，伊讲伊毋是头一个来看。其实真正要敬仰，有心是成食富物即种物件。所以讲，一个人者，人也亲亲为大。一个有智慧、有德行的人，这个人哩，其实就是一个真人甲假人。内面有一个真的，咱应该头一字这个亲亲。 后壁亲近爸母这个亲，爱亲近咱甲咱上亲的为最主要、为最首要的。师尊老来甲咱讲哦，伊讲哦，要内圆，圆好了才慢慢圆外圆。就是咱自心当中有时啊，早头讲师嘛安尼讲，有时啊往往。 咱家己的爸母无友好，甲咱讲咱自心当中偌有多困难，在自心当中有多。问了妈妈，自心当中有我们的老母所做出来才会合乎仁义道德哦。无怪道德经安尼讲啊，讲吼，拢有注意讲为师母，伊甲这个母就是讲母就是。 根源，伊袂去流失。那咱往往的进，其实咱进因为呢，受了外口的社会力量啦，欧风来到咱这个亚洲的所在，伫这个风尘所在，咱会迷失自己。其实咱就是安那，咱进要慢慢要找回咱的良心。那如果讲咱家己的自己的是大人都无友好啊。 那要如何讲去甲行大孝，要去甲做甲圆满？当然，佛学的意思毋是拢讲顾咱的是大人利益，是咱对是大人爱有孝，对别人、对这老前辈者，咱有尊敬的心。吼，这个礼节，咱毋通去甲错解呀，毋通甲错解。所以讲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守着对这个根源，对这根源就是讲，亲咱的灵性。 为最需要，毋是对外口，对这乐器啊。咱做老前辈都甲咱讲，守口如bàn，心莫言，莫局一切自有情啊。这个守口如bàn，另外一个讲风雨如城，拢在讲爱谨慎。咱的心性毋通外漏，因为咱好不容易求了大道，咱要互咱这个心境会当。 不简单的去甲发挥讲到这，确实是爱安那，爱念如在如，爱诚心抱守，是着台湾的诚心抱守，实心修炼。爱安尼哦，咱若入祖大经，咱有看到慧明将军要甲约，咱入祖慧能大师要甲摕伊的法医的时阵，当伊触觉就讲啊，毋对啊，伊甲入祖慧能大师讲。 仁者，我是为法而来，要希望伊家开示，伊嘛家讲，爱平息自然，不生一念，爱拢甲放下，然后搁过一时啊，搁家讲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是无时，就是讲正当下，正是伊本来的面目。拢在讲这个哦，讲爱谨慎抱守这个物件，毋通着因为心神啊外漏。 一定走出就有所。若是一然华辞，若是约去念着，就亲像伫咧万能作国。到第二讲的讲啦，伫咧万能作国的安那浑身脆骨啦。所以讲佛学就来讲一个公案。过去灵济禅师还未开悟的时阵，离黄檗禅师的。 黄檗禅师的修持呢，伊就甲黄檗禅师问讲吼，什么叫做佛法的大义啦？黄檗禅师一个就讲去，第二天，这个灵济禅师呢，当然迄阵还未开悟，袂当叫禅师啦。灵济第二天就搁再问，有哪照相互讲？第三天搁问搁互讲，伊就私底下推来就安尼想。